創業要成功，講嘅係創意，講嘅係能力，能夠走上我哋嘅 startup 擂台，絕非等閒之輩。有車嘅人都經歷過洗車煩惱，自己洗要用幾個鐘，到洗車屋又費事失事。去到 weekend 我想洗車嘅時候就發覺，咦，點解嗰條龍排到去街尾嘅咧？咁如果即係一架車要洗4個字到嘅話啦，去洗車屋，咁排到去街尾，其實我講緊等2-3個鐘嘅喎。為咗慳洗車時間，就多咗呢個洗車盒 app， 每宗交易只係得5蚊落袋，有冇得做㗎？今次呢位挑戰者係 Leo， 本身佢係一間幫客做網頁同 Apps 嘅公司老闆，代表作有求偶大作戰同幫你揾洗手間嘅沖廁。今次佢搞呢個洗車盒 App， 唔同之前為興趣，係覺得有商機先做。洗車盒咧其實係一個上門嘅洗車服務，就透過一個 App， 一個手機 App 去做一個預約。咁當你預約嘅時候咧，你可以自己揀你想洗車嘅時間同埋地點。咁我哋嘅工作人員咧就會喺你指定嘅時間地點喺你攞單之後咧，就會上門幫你做一個洗車嘅工作。呢個 Apps 係俾車主落單，另一個 Apps 係俾洗車員接單。好似 Uber 咁玩，手快嘅話15分鐘就洗完一架。一般嘅洗車工作咧，其實我哋主力會揾一啲所謂弱勢社群啦，例如係啲退休長者或者係家庭主婦。呢個 service launch 咗之後，其實頭嗰2個月連埋之前我哋做一啲 promotion， 做一啲免費洗車，其實我自己基本上每一單 job 都係我自己揸下車落場做，咁前後都做咗兩個月多啲。而家洗一次車收工價80蚊，洗車員收65蚊，加上洗車工具成本，每張單只係賺到5蚊。而 Leo 期望等用戶都習慣咗上門洗車嘅服務之後，就會調整收費啦。聽落每張單只係賺5蚊，並唔可行。不過成唔成功都係要聽專家意見。到底佢盤生意有冇潛力？就請下一個回合由專家經營集團 The Beast 嘅 CEO、跨國廣告公司 Group M 香港前行政總裁曾錦強去評一評啦。